今集嘅教大尋幽探秘咧，係想大家認識一下近在咫尺嘅一啲景點喎。好似呢間樹屋咧，就係由一班童軍合力建構出嚟嘅，位於教大泳池附近嘅童軍總會洞子童軍中心，而中心咧都有泳池噶。咁呢間小屋，你又估唔估到係啲咩嚟嘅呢？原來係聖士提反會幸福村嘅戒毒營喎。而大家每日經過中央廣場或者圖書館呢，當然都會望到對面綠油油嘅山林啦。山林之中咧都坐落咗一條多姓氏嘅客家村落噶。咁由洞子路上去就可以去到丁角噶啦。原來成個大埔區嘅村屋咧，主要咧都分為7條嘅村落，統稱為大埔7約。而丁角咧就係屬於丁角約，位於八仙嶺下，亦都前臨揚州海嘅一條村落，歷史相當悠久噶。